最近发生安冷气刷落落去撼到大学生的这事故，就电气行伫咧讲，师傅安冷气的时阵，若准现场条件无够安全，就要求人客爱加做一个铁栏啊，加强这个安全性。治安署也表示讲，如工进行高空作业的时阵，雇主就要评估现场环境，提供适合的防护设施。若准无者，会当罚钱，上悬罚到30万。这是我们一般镀锌价嘛。经营电器行30几年的齐太太，参探小解安装冷气的架啊，其实材质是有差别的。镀锌架就是一看耐啊，因为铁架很容易就较薄嘛，爱买很快就生锈了。头家娘讲，师傅到现场会评估环境，若要装冷气的所在，师傅徛伫室内就通摸到安全时间，就会使装架就好。若要安冷气的所在，师傅徛伫室内手伸袂着，就要加这种铁栏啊，要无师傅会使继续安装。第一个可能你有铁栏啊放咧，这台机器你若久来，伊若生銎，你嘛袂落落去啊。过来就是我们阮施工的人要落去的时候，我要有法度有一个支撑，有一个着力点在打在迄个铁栏面顶。安全栏啊，甲安全架啊，也毋是装了就无代志。头家娘讲，爱定期检查即寡设备敢有漏气，但是要维修也通互师傅安全的作业环境。劳动部治安署表示，针对亲像装冷气这种高空作业，有规定雇主爱提供劳工安全设备。因为法令规定咗适当的设备哈，雇主爱去评估还有安全度啦哈，安全无啊，安全度还有伊去挂安全度啊，避免伊还落落来哈。啊，另外伊的物件爱去固定。治安署表示，雇主若违反法规，会罚款3万到30万。也若事故有地区死亡、受伤，阁会送地检署追究责任。也分别有议员认为，施工的时爱伫1楼设安全警戒区，也有检视现行大楼安装冷气的规范，才通保护行路人的安全。记者阮刘水台北报道。